中國現代文學開創者郭沫若，由鄧思穎聲演。自五四運動以後，中國文壇受到西方思潮影響，文藝社團同文學家紛紛湧現，為中國文學注入新動力。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係為中國詩歌創造出全新風格嘅郭沫若。郭沫若，你創作嘅《鳳凰涅槃》被譽為現代文學史上最優秀詩作之一，當中嘅創作意念係點樣嘅呢？先生過獎啦。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際，雖然我身在日本，但係眼見祖國受到列強欺侮，激發起我創作出《鳳凰涅槃》呢首新詩，希望借用鳳凰浴火重生嘅神話傳說，連同天狗、地球、我的母親以及其他詩作，收錄喺我嘅第一本詩集《女神》之中，寄予國家變革圖強，喚醒民眾發揚反帝制、反封建嘅五四精神，鼓舞大眾追求光明未來。的而且確，女神充分體現咗反封建同愛國主義精神，其中更創造出全新自由詩體，出版即震撼文學界，加上同期發表嘅小說同歷史劇，亦都引起極大迴響。係呢，郭沫若，照計你當時喺文學界炙手可熱，點解突然棄筆從軍，走去隨軍北伐呢？其實我投筆從戎係經過深思熟慮，絕對唔係倉促決定。1926年3月，我南下廣州，赴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，期間認識到毛澤東、周恩來等人，佢哋令我意識到軍隊首要任務就係為人民做實事。當時正值國民革命軍籌備北伐，於是我放棄教務，出任政治部宣傳科科長，兼任北伐軍行營秘書長，負責北伐期間嘅政治工作。由文人變成軍人，相信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但係又咁講，當時北伐軍節節勝利，點解你最後又會流亡日本呢？冇錯，北伐軍的確節節勝利，但係內部鬥爭亦都隨之而嚟，最終喺1927年釀成贛州慘案同埋323事件。當我得知呢一連串事件都係蔣介石精心策劃嘅清黨行動之後，我決心脫離蔣介石，發布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檄文。雖然我成功將蔣介石嘅陰謀公告天下，但亦都因此俾佢用反革命分子之名頒布通緝令，最終喺周恩來安排協助之下流亡日本，等待回國時機。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期間，受到日軍嚴密監視，期間自學甲骨文同金文，以便理解易經記載中國古代社會面貌嘅內容，又出版《甲骨文字研究》等多部甲骨文著作，成為中國甲骨文研究4大權威之一。直到1937年，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，全靠郁達夫、陳布雷等一班文化同政界朋友連番斡旋，蔣介石終於撤銷通緝令，我得以重返上海，主辦《救亡日報》，並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3廳廳長，集結文化界人士，透過各種文藝宣傳，號召全民抗戰。與此同時，我哋一眾文化人發現日軍喺佔領地強迫民眾學習日本文化，令我意識到現代戰爭絕非純粹軍事力量嘅比賽，激發我創作出《堂弟之花》同埋《屈原》等6部歷史劇，抵抗日軍文化侵略。全靠你哋嘅堅持同努力，中國文化先得以保存咋。咁新中國成立之後，你係咪重新投入文學創作啊？新中國成立之後，我被任命多項公職，擔當文化事務領導發展角色，執行國家對藝術工作主張百花齊放，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嘅政策，即係各種形式風格嘅藝術都可以自由發展，各個科學學派亦都可以自由爭論，促進國家文創科研。至於文學創作，因為公務纏身，所以比起全盛時期已經大幅減產啦。縱觀郭沫若一生，佢由現代文學家棄筆從軍變成革命戰士，繼而成為國家文化政策推動者。儘管後世對郭沫若嘅評價褒貶不一，但係針對佢喺中國文化保存同發展，特別係甲骨文研究以及文學界一致推崇嘅
魯、郭、茅、巴、魯、曹排序肯定，足見郭沫若為中國現代文學作出嘅成就同貢獻。